后礼拜就是中原普渡啊，为着要减少烧金造成的污染，新竹市环保局推出中原环保拜拜的袋啊，内底有普渡用的面巾、平安米，还佫有普渡旗等等，会使讲咱一般普渡爱用的物件，拢家己穿便便。落架内底有面巾、普渡用的旗啊、平安米等等，这是新竹市连续第6年推出环保祭祀落架，民众只要捐100块，互公益团体就使摕到。做爱心兼做环保。中元节的时候啊，然后家家户户都这样子烧，然后我觉得就是空气弥漫了，然后对空气品质不是很好。那一方面可以帮助到一些弱势团体或一些公益团体，我觉得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好。根据统计，过去5年获得挖20万的公益金，那只要捐100块，减少1公斤纸钱来算，等于减少1991公斤的纸钱，差不多减排2987公斤的二氧化碳。将近3000公斤的这个减碳量的成绩出来哈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过去呢要烧纸钱呢会污染空气哈，那部分我们用我们不同的一个创新方式哈，让这个空气品质呢变得更好。环保局把鼓励民众，甲要烧的纸钱到环保局做回处理。那环保在疫情期间，嘛使避免群聚的风险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